林监理站要来办理着重型机车号码牌的网络竞标，其中有一块车牌3388，大家正在讨论。有人讲这听起来进行咧骂人，应该无人会想要标。但是监理站讲这个空气在人激的哦，都有人甲3388念做松松发发，意思是轻轻松松搁发发，这真好格调。进前这个轿车车牌号3388，都有人用5000块来抢标。像讲3388，无人要爱。重型机车车牌有08578888999933885168，被大家讨论的就是3388。有的人会觉得说他是有要骂人的一个意味，其实有的人的看法是不同的。大家拢讲这张牌无人爱。感觉应该是亲像咧骂人38，但是监理站讲大家拢唔对，这张牌的询问度无低，因为有人会甲3388念做。我松松个发发啦，有啥物唔好？我喜欢。代表是生活轻轻松松，佫会当收入丰富。过去轿车车牌竞标是3388低价3000，有民众用5000标落来，这个重型机车车牌嘛有3388。这个0857本来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很夯台语的一个谐音，有的还恰先的呀。来剩笔画了哦，这个号码，我们觉得怎么那个号码会有人喜欢？可是人家说哦，这个是大吉大利。云林监理站发现讲，除了一般受欢迎的8888，这代表是一路发以外的，愈来愈多人拢是看家己的介意来选牌，无一定敢若追求发财。